烤烤烤，嘿嘿嘿，哦哦哦，烤烤烤烤，哦哦哦，烤烤烤烤，烤มาแล้ววูบวูบ烤烤烤烤烤烤烤มาแล้ววูบวูบวูบ。薩瓦迪卡，我係 Agent 15。今次嘅課咧，主要係會喺沙灘附近嘅，亦即係市中心向南落一區，就係依個地圖依一忽啦。今集一開始同大家介紹一間法式餐廳先 ，IODE York 應該係咁讀，法文就解作 iodine 啊，係一種礦物質嚟嘅。而海鮮咧就含有呢個豐富嘅 iodine 啦，代表依間餐廳主要嘅食材就係海鮮，唔係 fine dining 嚟㗎。而係 Neo Bistro， 亦即係較新派啦，主打輕鬆親切但高質素嘅用餐體驗，街邊街坊小餐館咁樣，成個 vibe 就喺晒度噶啦。不過價錢喺曼谷嚟講呢，就唔算太親切啦。今次經 Google Map book 就 book 咗夜晚7點半，餐廳裝修幾有格調嘅，而最搶眼嘅話就一定係呢個霓虹燈嘅招牌啦。餐廳有 QR Code 餐牌，咁你話實體紙本都有嘅。不過電子版本咧就圖文並茂，個餐牌我會放喺內容裏邊。第一樣就係餐前包，配上牛油，麵包就正常水準啦，但牛油真係有料喎，牛油質感好軟好滑，仲好水潤添。食落先知原來係有煙熏過喎，味道係好香㗎，甚少牛油會令我想一試再試，咁呢個咧就做得到啦。咁食靚嘢就點都要配杯酒嘅。咁我哋就嗌咗白酒啦，同埋 sparkling 嘅。率先打頭陣就喺度嘅招牌菜，熟成嘅鱸魚刺身。旁邊嗰個係柚子胡椒醋嘅醬汁嚟噶，賣相就一流噶啦，大概20塊左右。醬汁建議就點少少夠噶啦，咁個齋 part 咧先能夠食到魚嘅鮮味。平時食白身魚嘅味道就比較清淡，同埋要嚼耐啲先有味道。咁熟成過後，白身魚嘅甜味就直接到口啦，食落亦都更加順滑。另外你見到係魚油十足噶，望到啲魚肉咧都有少少立立靚咁樣，呢個招牌菜必叫嘅。第二樣就係聖子，一上台就比較失望，因為聖子 size 比較細啊，肉質食落就還好啦。而聖子肉味就正常嘅，不過個汁呢係幾香牛油味噶，法式黃油自帶檸檬汁，面頭滲上一啲麵包糠增加口感，整體味道唔差，但聖子嘅用料又差咗啲嘢。咁考慮埋個價格呢，咁呢個 skip 得噶啦。然後就到自家嘅 seafood pasta， 又係一道有埋相嘅，有紅蝦、蜆、海膽、海蘆筍。配料食落正常，紅蝦嘅肉質呢，我就覺得仲有進步空間嘅，份量就都係偏少，的確係有啲照片㗎呢度。但呢度主打嘅就係味道，意粉絕對係做到 al dente 嘅，盡顯廚師嘅功架。另外都係個 sauce， 當你以為呢個淨係一個好濃蝦味嘅汁啦，但原來裏邊呢仲有少少酸味嘅喎，係完全拎到個平衡㗎，而唔係一味嗰種死鹹香啊，食完要飲翻啖水嗰隻。反而濃味得嚟呢，係竟然令人有啲開胃嘅喎。咁呢一點呢，實屬難得嘅。當食完3道菜之後，有咩搞呢？就係加多2道菜，再試啊！而呢度我認為係今餐嘅冠軍嚟㗎，可以話係成個 trip 嘅頭3位添。帶子刺身超好味，旁邊嗰個呢係檸檬嘅凝膠 lemon gel 嚟嘅，上面有少少蔥花同埋辣椒嘅碎片。中間嗰塊橙色呢，就係金桔片啦，但最出色嘅呢道菜靈魂究竟係咩呢？帶子 ？No， 係樓下嗰個焦糖奶油啊！我第一啖試嗰個油呢，我真係話咗出聲，哇！用埋北海道帶子做載體，將頭先講過嘅配料一齊食，首當其衝必定係焦糖奶油嘅味道。然後就係有酸甜嘅金桔檸檬提鮮，臨尾就有翻有肉感嘅鮮甜帶子，真係好鬼正。要知道呢一個焦糖奶油呢，一煮耐少少呢就會變苦噶啦，就已經係兩回事嚟噶。仲有呢個焦糖奶油呢係油質地嚟噶，但食落呢個口完全冇張住嘅感覺。前2道招牌菜都要讓一讓路先，最後就係牛骨水，咁即焗即出嘅。
要等15分鐘左右啦。咁呢個主要就係食嗰個啫喱口感，同埋配個麵包食噶。因為真係幾鹹啊，所以唔係幾啱我。最後叫咗個 cheesecake 做甜品嘅結尾，用嘅就係呢一款芝士。可惜對我同老婆嚟講呢，就太濃郁啦，有種強烈嘅 blue cheese 嘅香味啊。隔離個紅醋栗 jam 就唔係好幫到手啦，已經。建議大家叫其他甜品，除非你係一個芝士控啊。埋單嗰下的確有啲痛啊，因為原來都要7200匹㗎。如果唔叫個聖子同牛骨水呢，就應該係5500匹到。咁價錢雖然喺曼谷嚟講呢，係算貴㗎啦，係幾貴添。但味道同個烹調技術確實係名不虛傳，用餐體驗呢亦都唔錯。如果你嚟嘅話呢，記住一定要叫嗰2隻帶子，好味到哇一聲。泰國國粹除咗係泰拳，另一樣嘢就必定係按摩啦。相信大家嚟到泰國呢，其中一個目的就係按摩。今次試咗呢間 Aura Soul Spa， 經 Klook book 嘅，咁我 book 咗105分鐘，包咗60分鐘推油同埋45分鐘按腳嘅，港幣就487蚊一位，價錢就中中挺挺啦。地點就唔近市中心噶，同埋如果你嚟沙吞呢一區玩呢，咁就方便啦。亦都有 BTS 站喺隔離，位於沙吞拿空大廈11樓，經七仔左手邊入口入去搭 lift， 一入去裝修都算有 feel 嘅，暗暗地咁樣，主要用個燈光建構個效果，特別係天花板 ED 星塵。Welcome drink 就係班蘭水，毛巾大家又會點用呢？除咗抹手之外呢，原來仲可以通鼻塞嘅，因為通常呢都會有薄荷味噶。咁首先呢度就會按身啦，然後先至按腳。不過全程呢都係瞓喺度按噶，咁就冇得坐低撳住電話咁按腳。師傅力度係足夠噶，手勢亦都 OK， 同埋按下呢，我係瞓着咗噶。咁除非佢冇按啦，如果唔係呢，呢度係一定冇令到我唔舒服嘅。按完出嚟之後就有杯木墩果茶同埋2嚿椰汁糕，玫瑰花形狀。喺色素方面呢，係的確過咗火位嘅。呢間恕我未能推俾大家。一嚟按摩前呢，佢係冇做任何嘅 consultation 嘅，咁即係講緊力度啊，或者邊度想加強，邊度唔按得呢，事先按嗰陣時呢係零問㗎。精油亦都係喺登記櫃台企喺度咁樣聞，店員亦都冇多做講解，淨係 Peace Choose。咁我會話順路，同埋或者想試下其他按摩店嘅朋友仔呢，呢間可以試試嘅，因為算穩陣。但你話專程拜訪呢，就唔使啦。大家泰國曼谷會行咩商場呢？ Central World、M-Sphere 定係 ICON CM 呢？其實每1-2年左右呢，曼谷都會有新興嘅商場㗎喎。今次去嘅就係2025年先開幕。不過其實某啲位咧仲起緊嘅 One Bangkok， 直接駁住 Lumpini 呢個地鐵站。不過地鐵就真係比較少搭啦喺曼谷，主要就有分5個區域 ：The Parade、The Story、Pose 1928、One Bangkok Park 同埋 Forum 嘅。正路嚟講呢，淨係會去 The Parade 同埋 The Story 嘅啫。The Parade 商店就比較親民，大眾化路線多啲，計埋 B1 嗰層總共就有8層啦。One Bangkok 主打就係新淨企理 ，The Parade 裏邊咧就冇一啲好浮誇嘅設計，而買嘢食嘢呢度絕對唔成問題噶啦，呢啲大牌子同埋細牌子都有。呢度嘅 Gentlewoman 咧係幾大間嘅，同 Central World 嗰間係有得揮嘅。The Story 感覺就高級啲，無論買同食都有嘅，就唔係接駁住地鐵站，所以人流明顯就比較少。雖然另一邊都唔算多啊。裝修風格簡約得嚟就帶點藝術感，而 One Bangkok Park 咧其實就係一個大型嘅空中花園。新興嘅商場就點都會有啲綠化區域㗎啦，中間有個大型噴水池，戶外有啲位俾人坐下咁樣，亦都緊貼節日嘅，有新年嘅擺設。但我覺得呢個擺設咧就有啲老土啊。今次呢度都有啲斬獲喎，買咗支99嘅沖涼液喺地下嗰層嘅，主要係因為揾到泰式嘅草本味道。類似香茅味咁樣，幾有特色。100ml 就250匹，490ml 就690匹。喺 One Bangkok 亦都食咗一餐喺5樓嘅 food court 嗰度，又名 Food Street 啊。
要喺櫃台嗰度先買一張 food ticket， 自己揀入幾多錢入去。食完之後係可以退翻㗎，咁你唔使驚呢度係冇卡錢嘅手續費等等。雖然 food court 貨仔，但呢度竟然係有米芝蓮必比登級數喎，都有成3-4間㗎。今次試咗一間2026年米芝蓮必比登推介 Mr. Joe， 主打豬雜同埋脆皮豬，總店就喺河濱夜市附近，而一間呢係佢第一間嘅分店嚟㗎。可能總店會比較好味啊，但依間已經可以收復我啦。用自助機落單俾錢，揀好之後就掃呢個 QR code。呢個係豬雜湯，落單嗰陣時可以自己揀要咩配料㗎，咁我就咩都要晒。然後呢，就每樣得1-2嚿啦，不過就有成12款嘅，所以其實都好多㗎。咁有豬肉、豬肚、豬肝、豬肺、豬腸等等，豬雜就非常乾淨，零異味，仲有少少鮮甜添。湯底係幾香胡椒味㗎，唔夠味道仲可以自己調味。不過 default 個湯底呢，夠晒味㗎啦。我自己就最中意食呢個豬肺，口感極好，腍得嚟呢又有啲彈牙，甜味又十足。呢度嘅質素係唔錯㗎，所以我哋都有 encore 試埋個粉。同樣地都係有12嚿，我哋就精選咗豬肚、豬肺同埋豬肉，每樣就變得有4嚿啦，咁啊好均真嘅。粉就係呢一啲卷卷嘅河粉，食落幾得意嘅，但就唔係好掛個湯汁。脆皮豬就類似我哋啲燒腩仔咁樣，呢一個係1人份嚟喎，都有成9嚿㗎。半肥瘦加脆皮，高質90克，抵到爛。如果你嚟 One Bangkok 嘅話呢，真係要過嚟試試佢，又平又好食。One Bangkok 而家人流就比較少。平時如果你話驚多人啊，想靜靜地行商場嘅朋友仔呢，就啱晒啦。不過第日呢，耐啲呢，就唔敢包啦。講開商場，唔知大家有冇發現呢？近年嚟曼谷真係越嚟越多啲大型商場啦。齋講25至26年啦，已經有3個商場，1個仲等緊，仲要越開越偏離市區喎。咁背後嘅原因又係咩呢？一嚟就係曼谷旅遊業旺盛啦，今年嘅1月平均每日咧已經有107000嘅遊客入境，係好誇張㗎。雖然係好多遊客，但起咁多商場，供應又會唔會爆煲呢？萬一疫情一嚟嗰陣時，身為旅遊業為主嘅泰國，又會唔會再次元氣大傷呢？另一樣就係用大型商場帶起周邊嘅建築價值，住宅啊、酒店、辦公室等等。因為大多數嗰啲位置呢，都係歸嗰班大集團所有㗎，或者有合作關係。例如 One Bangkok 嗰度就有 Ritz-Carlton 啦。每一個商場呢，其實都係集團嘅搖錢樹。最後就係泰國人的確有咁嘅需求。曼谷長期天氣熱，車嘅廢氣又多，所以商場漸漸滲透咗曼谷人嘅生活模式，可以話係佢哋嘅 third place 嚟㗎。食嘢、行街、睇戲、食飯、拍拖、買嘢，咩都可以搞掂喎。商場已經成為咗曼谷人嘅生活一部分啦。咁你對曼谷越開越多新商場又有咩睇法呢？歡迎留言講講喎。其實我都唔係好知啊，純粹探討下嘅啫，同大家。中意我啲片嘅話，不妨 subscribe 我啊，同埋 CLS 一波。你少少嘅支持係我大大嘅推動力。我哋下條片見啦，拜拜。